喺夏天，我哋成日都會用散熱風扇嚟降溫啦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風扇係點樣算嘅？其實關鍵係入面有個摩打啦。今日我哋就一齊深入了解風扇用嘅摩打，佢嘅類型、工作原理同佢嘅日常應用。散熱風扇通常用一種叫息流無塔摩打嘅摩打啦，同傳統有塔摩打比，佢最大嘅特點係冇咗物理探塔，改用為電視電腦控制鐵牆鐵腕。咁樣嘅設計唔單止減少咗摩擦同噪音，仲大大延長咗摩打嘅壽命。所以而家嘅風扇、電腦散熱器，甚至好多家嘅電器嘅摩打都用咗呢種技術。佢嘅工作原理係靠電池供電，結構核心係線圈同磁鐵。當電流通過線圈時，磁場同磁鐵會產生相互作用力，從而產生旋轉力。除咗家用風扇，息流無塔摩打仲廣泛應用喺好多需要高效散熱嘅場合，例如手提電腦嘅散熱風扇、冷氣機嘅室外機風扇，甚至電動車嘅電磁冷卻系統。因為佢有低耗能、低噪音同高可靠性嘅特點，無塔摩打已經成為咗現代散熱技術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通過今日嘅介紹，我哋了解到散熱風扇背後嘅摩打技術、息流無塔摩打嘅工作原理同廣泛應用。下次當你開風扇享受時，不妨諗下，正係呢啲精密技術令我哋嘅生活更加舒適。